校長、學校代表、家長及其他來賓，大家好，歡迎嚟到第13屆香港小特首就職典禮。我哋係今屆嘅小特首，亦都係今日嘅司儀。我叫鄭依喬，我叫葉晴，我叫簡承軒。首先，我哋非常多謝咁多位來賓抽空出席第13屆香港小特首就職典禮。特別感謝香港小童群益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陳黃穗博士 BBSJP。香港小童群益會商譽籌款及資源發展委員會主席蘇嘉碧女士。香港小童群益會總幹事劉聰先生。香港小童群益會助理總幹事馬若農女士。以及香港小童群益會服務總監金文俊先生抽空出席。同時，感謝各學校嘅校長抽空出席同支持，包括排名不分前後、保良局莊啟成小學梁佩斯校長、石湖墟公立學校林婉欣校長、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張瑞如校長、五旬節禁茂新小學馬慶輝校長、聖安多小學李偉峰校長、橋梁伍氏中親會伍氏祥紀念學校關善芬校長、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張麗珠校長、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葉益少校長、港大同學會小學黃惠忠校長、東華三院甲人年總理中學邱春燕校長、另外，都想特別多謝愛滿世界有限公司創辦人兼執行長林光友先生，但係佢今日身體抱恙並唔能出席。最後，亦好多謝我哋嘅學校、屋企人推薦我哋參選嘅師長，同埋咁多位歷屆嘅師兄師姐出席我哋嘅就職典禮。葉晴，講咗咁耐，你知唔知道香港小特首嘅中心理念係乜嘢啊？作為候選第13屆香港小特首，我梗係知啦。香港小特首嘅中心理念係兒童權利同埋兒童參與。我哋相信要建立一個兒童友好嘅居住環境，兒童嘅意見同埋意願係最重要嘅考慮條件。冇錯，兒童係社會大眾嘅一份子，我哋嘅諗法應該被尊重同埋考慮。香港小特首正透過各項嘅活動為香港兒童提供發表意見同埋參與社區服務嘅平台，期望大家可以透過自發性嘅參與同埋籌備，表達個人想法之外，亦都能對社會各層面嘅更深入嘅了解，以及服務有需要嘅群體。係啊，除此之外，透過各項活動亦能夠提升高小及初中學生對社會事務嘅參與，鼓勵兒童及青少年發聲，並藉此提醒社會大眾對兒童權利及兒童參與嘅關注。頭先開場睇嘅片段，部分內容係我哋嘅甄選功課，我哋要介紹香港兒童友好設施。而除咗拍片之外，我哋仲進行咗2項活動挑戰同面試，先成功當選為第13屆香港小特首㗎。大家係咪想了解更多我哋嘅甄選過程呢？事不宜遲，我哋去片。